各位朋友，如果您现在60岁以上，请您一定要看完这个影片，因为我要告诉您一个可能改变您余生的秘密。我是陈国雄医师，今年72岁，在台北行医45年。昨天早上，我在传统市场看到一位阿姨，才逛了2圈就气喘吁吁，需要停下来休息。上周在捷运站，我看到一位叔叔爬楼梯，爬到一半就扶着栏杆，脸色发白。这些都是肌肉流失的警讯。很多人以为这是正常的老化，其实不然。如果您不重视这个问题，未来可能面临跌倒、骨折，甚至失去自理能力。更可怕的是，肌肉流失会让您的寿命缩短10到15年。但是今天我要分享给您5种台湾常见的食物，它们能有效阻止肌肉流失，让您即使80岁也能健步如飞，抱得动孙子，生活完全自主。这些不是什么昂贵的补品，而是您在菜市场就能买到的平民食物。但是90%的人都吃错了方法，导致吃了也没效果。请记住，我今天要告诉您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。如果您错过任何一个细节，就可能错失挽救肌肉、延长健康寿命的机会。别忘了订阅频道和开启通知，获得我们最好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您是否在追踪这个影片。如果您觉得这个内容有用，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。如果没有，请输入数字0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要先跟您分享一个让我深感愧疚的故事。作为一个医师，我竟然差点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去年中秋节，我的小孙子跑到我面前，伸出双手要我抱抱，但当我弯下腰想要抱起他时，却发现自己的力气不够了。那一刻，我内心五味杂陈，既心疼又害怕。这件事让我惊醒，连我这个医师都会轻忽肌肉流失的严重性，更何况是一般民众。那天晚上，我坐在书房里反省，我想起自己这几年总是感到疲倦，以为只是工作太忙，爬楼梯会喘，我以为是心脏问题，手握力变弱，我以为是关节炎。直到抱不起孙子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这些都是肌肉流失的症状。我开始检视自己的饮食习惯，早餐通常只喝咖啡配吐司，午餐在医院匆匆解决，晚餐虽然有鱼有肉，但分量不多，而且常常因为看电视而分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发现自己虽然每天都有吃蛋白质，但方法完全错误。就像很多台湾人一样，我把大部分的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以位，这样就足够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60岁以后，我们的消化系统老化，蛋白质吸收率大幅降低。如果不调整吃法，就算吃再多肉也没用。这个发现让我震惊，我立刻开始研究和台湾人的抗肌少症饮食方法，并且亲自实验。3个月后，我不但能够轻松抱起孙子，体力也明显改善。更令我兴奋的是，我把这套方法分享给我的病患后，他们的改变让我非常惊喜。70多岁的阿公能够重新骑脚踏车，80多岁的阿妈能够自己上菜市场买菜。今天我要把这个改变我何数百位病患生活的秘密完整分享给您。但是请您一定要认真听，因为细节决定成败。一个小小的错误就可能让所有努力白费。很多人以为吃很多肉就等于摄取很多蛋白质，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。我的病人李明强，74岁，住在台中，最爱吃牛肉面和姜母鸭。他常常跟我说：“医师，我每天都吃很多肉，怎么可能缺蛋白质？”但是检查结果显示，他的肌肉量持续下降，走路越来越不稳，这让他非常困惑，也让我开始思考问题出在哪里。答案就是60岁以后，我们的消化能力大幅衰退。想象一下，我们的肠胃就像一台老旧的机器，
年轻时这台机器运作顺畅，可以把食物完全分解吸收，但随着年龄增长，机器开始老化，效率大幅降低。同样一块牛肉，年轻人可能吸收80%的蛋白质，但60岁以后可能只能吸收40%到50%。也就是说，您以为自己吃了100公克蛋白质，实际上身体只吸收了50公克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长辈明明吃很多肉，肌肉还是不断流失的原因。更糟糕的是，很多台湾的传统料理方式会进一步降低蛋白质的吸收率。比如说，我们喜欢把肉炖得很烂，虽然口感软嫩，但长时间的炖煮会破坏部分氨基酸。还有，我们习惯用很多调料，高盐高糖的调味会影响肠胃功能，进一步降低营养吸收。李明强的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他虽然每天吃肉，但都是重口味的料理，而且常常配白饭吃到饱，反而稀释了蛋白质浓度。我建议他改变饮食方式后，不但肌肉量开始回升，精神状态也明显改善。现在的他可以自己骑机车到处跑，完全不像一个74岁的老人。所以记住，60岁以后不是吃多少蛋白质，而是吸收多少蛋白质。我们需要更聪明的吃法，选择更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，用更适合的方式料理。接下来我要告诉您一个更常见的错误，连我自己都犯过。说到饮食错误，我想起另一个病人吴文胜，70岁，住在台北。他最爱吃牛肉面，几乎每天都要来一碗。有一天，我跟他一起吃饭，才发现他的问题所在。他点了一大碗牛肉面，但是吃法让我很惊讶。他先喝汤，再吃面条，最后把牛肉块留在碗底，常常吃不完就推开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：医师啊，年纪大了，牙齿不好，肉太硬咬不动，而且怕胆固醇高。这就是典型的本末倒置。汤和面条主要是淀粉和钠，真正有价值的蛋白质反而被浪费了。很多台湾长辈都有这个问题，去小吃店点馄饨面，吃完馄饨皮，内馅的肉不吃，吃水饺只吃皮，把肉馅挑出来，认为这样比较清淡健康，其实是大错特错。60岁以后，我们最需要的就是优质蛋白质。淀粉虽然能提供热量，但对维持肌肉量没有帮助，反而容易造成血糖波动。我建议吴文胜改变饮食习惯，如果牙齿不好，可以选择嫩豆腐、蒸蛋、鱼肉这些软嫩的蛋白质食物。如果担心胆固醇，可以选择鱼类或去皮鸡肉。最重要的是，要把蛋白质当作主角，淀粉当配角。一餐的重点应该是鱼、肉、蛋、豆，而不是饭、面、粥。经过3个月的调整，吴文胜不但肌肉量增加，连走路的步态都更稳健了。现在的他还能陪老伴逛夜市，这个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事。请记住，年纪大了更要挑食，要挑对身体最有益的食物吃，不要被传统观念束缚，以为清淡就是健康。现在我要告诉您一个最重要的秘密，如果您把一天所需的蛋白质全部集中在一餐吃，肌肉根本吸收不了。我的病人林美华，68岁，住在台南，就犯了这个错误。她每天早餐只喝咖啡，午餐随便吃个便当，但晚餐会准备很丰盛，有鱼有肉有蛋。她以为这样就足够了。但是人体肌肉的蛋白质合成，每次最多只能利用20到30公克的蛋白质，就像一个小茶杯，您一次倒进去500毫升的水，多出来的部分只会溢出去，不会让杯子变大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晚餐吃得很丰盛，但肌肉还是持续流失的原因。身体无法一次处理那么多蛋白质，多余的部分会被当作热量消耗掉，或者转化成脂肪储存。
更糟糕的是，如果早餐和午餐缺乏蛋白质，身体会开始分解肌肉来提供必需氨基酸，等到晚餐补充蛋白质时，已经来不及弥补白天的损失了。正确的做法是把蛋白质平均分配到3餐。早餐可以吃水煮蛋配无糖豆浆，或者蒸蛋配小鱼钱，这样大约可以提供20公克优质蛋白质。午餐选择1份手掌大小的鱼肉或鸡肉，配上一些蔬菜，避免只吃便当的饭菜，肉类分量要足够。晚餐可以选择豆腐汤配蛤蜊，或者蒸蛋配青菜，不需要大鱼大肉，但一定要有足够的蛋白质。李美华按照这个方法调整饮食后，3个月内肌肉量明显增加。她现在每天早上还能去公园跳土风舞，精神状态比同龄人好很多。记住，肌肉需要持续不断的营养供应，就像照顾植物需要定时浇水一样，不能今天浇很多水，明天就不管它。每一餐都要有蛋白质，这是维持肌肉量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原则。接下来我要告诉您一个连很多医师都不知道的秘密：运动后30分钟是肌肉吸收蛋白质的黄金时间。我的病人张在林，79岁，住在高雄，每天早上都会到公园打太极拳，但是打完拳后，他习惯先回家洗澡，然后才慢慢准备早餐。通常运动和吃饭之间隔了1个多小时。虽然他很规律运动，也有注意蛋白质摄取，但肌肉量改善的效果并不明显。我研究他的生活作息后，发现问题就出在时间点上。运动会刺激肌肉纤维产生微小的损伤，这时候身体会启动修复机制，需要大量的氨基酸来重建肌肉。特别是一种叫做白氨酸的氨基酸，它是肌肉合成的关键启动因子。在运动后的30分钟内，肌肉对蛋白质的吸收率可以提高50%以上，就像土壤刚刚松过后最适合播种一样，运动后的肌肉最渴望营养补充。如果错过这个黄金时间，肌肉修复的效果会大打折扣。更糟的是，身体可能开始分解其他部位的肌肉来提供修复所需的氨基酸。我建议张在林调整作息，打完太极拳后，先喝1杯无糖豆浆，或者吃1颗水煮蛋，配1小把烤花生。这些食物富含白氨酸，而且容易消化吸收。重点是要在运动后立即补充，不要等到回家再说。它可以前一天晚上就准备好，放在保温盒里带。到公园，很多人运动后席灌喝珍珠奶茶或吃甜点，以为可以补充体力，这是大错特错。糖分会抑制蛋白质的吸收，而且容易造成血糖急速上升，反而对身体有害。经过这样的调，整张在林的改变让所有人都惊讶，不但肌肉量明显增加，连走路的速度都变快了。现在79岁的他，爬楼梯比很多60岁的人还轻松。记住，运动后30分钟是黄金时间，千万不要浪费。准备一些富含优质蛋白质的小点心，运动完立即补充。这个简单的改变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。现在让我告诉您最实用的部分：5种台湾常见的抗肌少症食物。经过多年的临床经验和研究，我整理出最适合台湾人的5种抗肌少症食物，这些都是您在传统市场就能买到的平民食物，但效果绝对不输昂贵的营养品。第1名，鸡蛋。鸡蛋是最完美的蛋白质来源，含有人体需要的所有必需氨基酸，而且比例完美。1颗蛋约含6公克优质蛋白质，消化吸收率高达97%。最重要的是，鸡蛋便宜又容易料理，水煮蛋、蒸蛋、荷包蛋都是很好的选择。我建议60岁以上的朋友每天至少吃2颗蛋，不用担心胆固醇问题，因为研究已经证实，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胆固醇影响很小。
第2名，秋刀鱼。秋刀鱼富含优质蛋白质和 Omega-3 脂肪酸，对肌肉合成和抗发炎都有很好的效果，而且价格亲民。一尾秋刀鱼大约含20公克蛋白质，烤秋刀鱼、煎秋刀鱼都很美味。如果牙齿不好，可以选择罐头秋刀鱼，营养价值不会差太多。第3名，嫩豆腐。豆腐是植物性蛋白质的优秀来源，而且质地软嫩，非常适合咀嚼功能退化的长辈。半块嫩豆腐约含10公克蛋白质，豆腐汤、麻婆豆腐、凉拌豆腐都是不错的选择。记住要选择嫩豆腐，因为质地较软，老人家比较容易消化。第4名，豆浆。无糖豆浆是很多台湾人早餐的选择。一杯240毫升的豆浆含约8公克蛋白质，而且是液体状，消化吸收快速。建议选择无糖豆浆，避免血糖波动。如果觉得味道太淡，可以加一点坚果，增加风味。第5名，纳豆。虽然纳豆在台湾不如日本普遍，但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。不但富含蛋白质，还含有维生素 K2， 对骨骼健康也有帮助。一盒纳豆约含16公克蛋白质。如果不习惯纳豆的味道，可以配白饭一起吃，或者加一点酱油调味。这5种食物的共同特点是蛋白质含量高，氨基酸组成完整，容易消化吸收，价格亲民，料理简单。我建议每天的饮食中至少包含其中3到4种，轮流搭配。比如早餐吃蛋配豆浆，午餐吃秋刀，与晚餐吃豆腐汤。记住，食物的多样性很重要，不要只偏爱一种，要均衡摄取，而且要注意料理方式，尽量选择蒸、煮、烤等清淡的方法，避免过度调味，影响消化吸收。这些看似普通的食物，如果吃对方法，就能成为您对抗肌肉流失的最佳武器。亲爱的朋友，听到这里，您是否已经了解如何预防肌肉流失了呢？我想告诉您，这些知识不只是要让您个人受益，更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整个社会的长辈都能健康老化。台湾即将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每4个人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长者。如果我们不及早预防肌少症，将来会有多少家庭因为长辈失能而承受痛苦？我希望您能把今天学到的知识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，分享给您社区的邻居、教会的弟兄姊妹、佛寺的同修、退休同事、会的朋友，让更多人知道，原来预防肌肉流失这么简单，只需要调整饮食方式就能做到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都能活到100岁，而且依然健步如飞，能够自己逛菜市场，自己爬楼梯，自己照顾生活，甚至还能抱曾孙子，那该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这不是不可能的梦想。在我的病患中，已经有很多80多岁的长辈重新找回年轻时的活力，他们每天精神奕奕，生活完全自理，甚至还能照顾更年轻的家人。但是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，需要每一个人都重视这个问题，从今天开始改变饮食习惯。我也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要更重视银发族的营养教育，在社区活动中心、老人会、各种长者聚会中，都应该推广正确的饮食观念。记住今天我们提到的重点，每餐都要有蛋白质，不能集中在一餐。选择容易消化的优质蛋白质食物，运动后30分钟立即补充蛋白质，多吃鸡蛋、鱼类、豆腐、豆浆、纳豆。这些简单的改变，可能就是您健康长寿的关键。最后，我在台北228和平公园结束今天的分享，看着这里，每天早晨都有许多长辈在运动，我的心中充满希望。相信只要我们用对方法，每个人都能拥有
健康快乐的银发岁月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按赞并分享给需要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为台湾打造一个更健康的高龄社会。祝您身体健康，活到老，健康到老。